阿里山的新林铁路因为风台霜冻停驶15天，这个月初六才恢复全线通车。即马是伫遮会当为家己坐火车坐去阿里山。透早举办全线通车的活动，总统赖清德嘛有参加。 看到总统赖清德等伫阿里山火车站的民众非常热情，甲伊拍招呼。伊19号来参加阿里山拿铁全线通车感恩活动，嘛体验着拿铁沿线的人文地貌。我们这个阿里山的这个林业铁路，有时候出轨嘛，有时候坏掉嘛。那我们要做到最好，第一个就是安全。 伊感谢所有参与这项重大建设的人，互世界有名的阿里山拿铁会当恢复通车。伊讲，伊伫做行政院长的时阵，就全力要支持伊修复，嘛要求通车了后的拿铁安全第一，嘛要结合生态甲文化。拿铁表示，修复工程期间已经改善着鞭炮、桥梁、磅空顶上危险的路段，嘛装饰着监视器，还有视警轨道异物入侵的仪器，积极来防灾、避灾、减灾。对于比较敏感的地区有监视器，随时在监测。那还有一个，它的有地滑有这些的，我们都会有指标。那像比较敏感的隧道的路口，我们有做那个落易这个异物入侵的警戒。花费再多都不需要了。 阿里山拿铁甲文资处强调，每一班车伫营运进程拢有人员巡检，后续若是有大雨、天灾，嘛有风性停止。透过人文科学的仪器，要好好保护这条经过15天才会当再出现的珍贵铁路。记者林慧婷、王柳婷、柯正俊，嘉义报道。